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慕明阿土啊。观众朋友，美国拜登总统即马伫亚洲，这是拜登当选了后头摆亚洲行程。拜登总统即摆到亚洲要以2项：第一，参加美国、日本、印度、澳洲4国安全会谈高峰会；第二，印太经济架构头一波名单公布，即摆是美国布局亚洲的重要行程。昨拜登总统甲日本岸田首相会谈了后，记者会拜登总统讲，设使中国侵略台湾，美国会用武力来帮战。记者甲追问，敢有确实？拜登总统确认讲，这是美国的承诺。拜登总统安尼讲，算具体话图。马英九前总统讲美国袂出兵，总是咱嘛看到台湾无伫印太经济架构头一波名单内底。嘛，佫随望美国国会决议挺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WHA）， 总是美国伫 WHA 发言掠外无搁较大的动作。台湾正做 WHA 观察员的提案，嘛防好决。有人在怀疑美国挺台湾，敢是心肝无探喙？今仔日咱就来探讨内底到底有啥物眉角。小介现场来宾邀请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吴建中副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高仁山顾问。大家平安，大家安安。邀请前外交官时代力量国际中心刘树杰主任。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即摆来看吼，美国总统拜登昨讲吼，设使中国侵略台湾，美国会军事来介入。讲了，日本的岸田首相吼嘛对咧讲哦，伊会甲美国来合作，反对改变南海甲东海的现状。总是拜登总统安尼讲了后，白宫出来澄清讲，随望拜登总统来讲，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无改变。咱看到《New York Times》讲吼。拜登总统无张甜安尼讲吼，互记者感觉真戆影，无疑误拜登总统真正有武力保护台湾的决心。不过虽望是安尼，咱看到台湾无伫这个印太经济架构头一波的名单内底吼，会互人来怀疑讲美国挺台湾吼，敢是这个心肝无探喙啦。前一阵啊，美国国会425票挺台湾参与 WHA， 世界各国嘛支持吼，这个动作。互中国的外交部实在是真生气，伊讲美国安尼做是违反一中原则。不过咱知影，中国真够甲话藏伫别人的喙内底哦。因的官方媒体竟然讲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 Price 讲，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无支持台独吼。因安尼讲，连美互发言人出来否认，伊谴责中国公开扭曲美国的政策，佮具体讲到讲美国无认同中国的一中原则吼，这个问题咱今日要来探讨。大先，咱先来看昨拜登总统发言的报道。美国总统拜登伫咧美日峰会会后记者会讲，会用军事力量防卫台湾。虽然北京澄清美国的政策无改变，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也讲一中政策无改变。不过，这已经是拜登任内第3遍伫咧重要场合就台海问题有这种讲法。外国媒体解读拜登的讲法脱离战略模糊。日本媒体也讲，拜登的表态表示美国缺乏战略模糊。国军会坚定保国卫民的决心。与美国在内所有理念相近的国家来持续的紧密合作，共同的捍卫民主自由的价值，来维护台海跟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跟繁荣。国防部回应讲，国军将会甲美国在内定理念同款的国家，最近保卫台海，也有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美国、中国两大强权对立对立，学者分析拜登挺台言论。是有一种改变球的意味，是想要警告中国唔通随便对台湾动武。不过，是不是代表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走向战略清晰？学者认为，拜登应该是属有被动式的回应两化情势，并无脱离战略模糊的情形。不过，确实有增加更加侪战略清楚的成分。我不觉得说有很明确的这种可能性，短期之内美国完全把战略模糊给拿掉，包括像国务院、国防部应该就会相对应的讲法，这就叫做一个很明确的政策改变。但目前来说就是没有。
外界也伫咧观察拜登安尼先讲，是毋是激化台海对立？严哥李大中认为，中国应该是袂有大动作，按照惯例，拢是发表声明回击美国，因为中国知影讲美国强化印太区域的行动，就是要对付中国，除非拜登主动出击，抑个美国政府政策大改变。若无美国依然也是维持战略模糊，因为安尼先做，因处理台海争议时阵弹性会更加大。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有人讲吼，拜登总统昨昏安尼讲吼，是讲绕口气啦。不过，咱若观察拜登总统当选再来伊的这个言论吼，伊实在是真够讲绕口。咱来看伊针对台湾、台海发言的这个记录。去年4月时阵，甲迄阵日本苏格首相吼，伊有一个高峰的会议，伫会议内底，拜登总统讲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佮鼓励和平解决台海的问题。到去年8月的时阵吼，伊佮讲一项佮较强烈的，就是讲，若是讲对北约也是美国的盟友采取这个军事的行动，美国拢会做回应吼。伊讲了，佮连伊加讲对日本、南韩、台湾拢是共款哦。去年的10月的时阵，伊甲 CNN 有一个电视公会堂的这个访问，这是 CNN 的 Anderson Cooper 甲访问吼，问到讲，若是中国攻击台湾，美国敢会协防台湾吼？拜登回答足明确讲会，因为这是美国有承诺要安尼做哦。去年10月的时阵吼，伫东亚高峰会的时阵，拜登佫讲。伊批评中国吼伫台湾海峡遮的军事行动啦，伊是威胁到区域的和平甲稳定吼。搁再讲一摆，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吼是坚若磐石。到今年年头的时阵，美国甲日本有一个线顶的高峰会议吼，伊是甲岸田首相来这个线顶会议吼，伊搁再一摆强调台海和平的重要性。过来就是昨所讲的话，伊甲岸田首相会谈了后，伫记者会讲，设使中国攻击台湾，美国会用军事来解决吼。咱即摆来请教吴建中教授吼。咱看到拜登总统的言行吼，讲到台湾时阵伊的发言，即马哪亲像真做一个模式，就是讲拜登总统伊家己在讲的时阵是真冲吼，譬如讲伊的武力介入这个台海的争端吼。不过伊讲了后，看到伊的幕僚白宫吼国防部长也是讲国务院就会出来讲，无啦，拜登总统随便安尼讲，总是美国的政策是无改变，安尼敢是真做一个模式？当这时随便是讲，拢会讲较冲，过来澄清，这敢是嘛是在放风声，互美国的盟友咧？我相信吼，这毋是美国咧放风声，美国是真正要提悬吼咱台美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放出足明确的消息，就是甲全世界讲啥物呢？就是讲台美的关系提悬。并无任何影响到美国甲中国的关系。过去内底吼，足侪人拢就爱为迄个战略三角形，吼，足侪人就爱为迄三角形。美国若安怎，中国若安怎，台湾就安怎。其实过去咱定定咧讲吼，台美的关系，即种合作的关系，即种友好的关系，即种价值的关系，其实是民主国家内底共济所有的。但是过去美国甲中国当然因为迄款战略性的迄款合作关系，但是咱爱看到讲，美国以古以来吼，就是拢坚持着民主甲进步即种的想法，所以咱看到讲，其实过去吼，咱看到外界吼，拢就爱甲拜登讲做，伊因为食老啊，可能有一寡讲话反起反倒，但是咱看到即届拜登来甲亚洲进去前吼。中国的迄款外事委员吼，伊的中央政治局的委员杨洁篪吼，特别敲一通电话，甲美国的即个对拜登来亚洲的迄款国安顾问苏利文吼，甲讲啥？台湾是中国上重要核心利益吼，这台湾的问题是袂当讨论的。所以咱看到讲，伫拜登还未来亚洲进前，因就先敲一通电话，甲迄个美国讲，这台湾问题是袂使讨论的。所以中国又提出这种警告了后，这拜登伫回答记者的讲法内底，佮讲出
明确就是对台湾有安全上的承诺，对台湾的迄款安全吼有即种提防。拜登过去毋是讲无讲过即款话，你若讲一届可能是失言，讲两届可能是无注意，但是讲三届的时阵，你就袂再讲伊是只是无注意的情形。所以咱看到其实，这是伊的态度，就是一贯的。咱看到这咱5月23的时阵，伊有讲到对台湾有安全上的承诺。伫即种戏剧顶头，咱看到2021年的时阵，10月2日的时阵，伊去上迄款 City Hall 即个节目的时阵，就已经有讲到即个迄款承诺。啊，迄个主持人 Cooper 佫超工佫问一下讲，你确定吗？拜登就讲 yes。所以咱看到佫较进前。伫迄阿富汗战争的时阵，伫美国要撤军的时阵，大家都在甲问这台湾的安全的即个部分。拜登嘛特别出来讲，对日本、韩国、台湾拢适合这北约的共同防御即个部分。所以你看到拜登伊的政策内底是非常严肃的即个部分，并无因为外界任何压力会当逼迫伊会当改变。尤其是咱看拜登咱若讲伊摕到对台湾迄款安全的承诺，若是进两步来讲，有人讲即伊的发言人就是甲扭转来，扭一步转来，进两步退一步，嘛是进一步。啊，咱看到讲对台湾来讲，这毋是进一步甲退两步的部分，这其实是一种共同价值会实现的即个情形。因为咱看到讲，中国不管安怎甲警告，中国不管安怎敲定甲恐吓。但是咱看美国嘛是坚持因家己的立场，并无因为中国有安怎的恐吓了后，就只有做出任何退让。这是甲过去来个一只足无共款的部分。尤其是咱看到即届拜登除了去日本以外，伊先去韩国。伊去韩国，伊甲迄个新任的迄款韩国总统尹锡悦讲啥物？伊讲台湾是印太安全的基础。咱看到即句话其实甲进前安倍首相讲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所以咱看到讲台湾是即个民主国家内底一个足重要核心的价值，尤其是伫印太安全内底。咱知影拜登的迄款印太战略内底上重要，伊就甲中国讲一句话：中国即摆是美国上重要竞争对手。但是美国无要去改变中国的即个部分，因为阿强也是袂足歹改变的。所以美国即摆无要找即个要甲改变的方法。颠倒是伊要团结遮所有的这厝边遮国家日本也好啊，韩国也好，台湾也好，亚洲遮国家甲团结起来。那咱之前嘛讲过，美国过去拢定咧退军这有啥物军伊就退。但是即摆拜登做法无共款，伊是要团结伊遮共款价值遮盟友。啊，对台湾来讲，这是一个足主要的民主国家，所以要甲团结做社会，这其实是拜登在做。啊，咱过去内底台美的这种关系这其实咱看了这几个月以来其实咱的关系是愈来愈好。不管是白宫甲伊的网站，还是即届拜登讲出这话出来，其实咱拢看到台美的关系拢在提升当中。美国无因为讲美中的关系要安怎，就爱去降价来提悬这台美的这个关系。台美的关系是按照一步一步安尼在往进前在行的。是，无过是较早在画迄个三角形对。是，好，咱过来请教仁山老师这个影片内底有讲到讲这个战略模糊甲战略清晰的这个警差伊讲拜登总统虽梦是安尼讲，并无超过这个战略模糊的范围啦。咱敢会当安尼来理解？虽梦讲是战略模糊，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一直都无改变，是一贯性的。不过拜登总统伊一直做安尼的发言就是讲渐渐这个对台湾的政策，伊的核心、伊的底底是改变，就是美国对台湾的这个双边的关系已经渐渐在改变，敢会当安尼理解？是，首先咱爱理解这边拜登来亚洲伊上重要的会议是跨的啦四方会谈嘛美国交印度交 Australia 交美国，这渐渐就敢若要形成一个亚洲的迄个北约的这样安尼这个组织啦。这拢是咧封闭中国的国家。对，所以咱拄仔讲拜登伊会安尼讲，因为伊来遮是要做盟主的伊靠这个局要大家要来入来所以你
伊一个美国总统讲出来话，爱互大家安心，爱一个安心。所以咱拄啊讲战略模糊，战略模糊，咱来注意甲听的话，昨拜登总统讲出来话是讲，我会用迄个军事来回应，但是安怎回应，伊无讲互清楚，伊要派兵无派兵，还是伊要用武装互咱台湾，伊拢无讲任何这，所以伊还是讲，照美国白宫的讲法来讲的话，伊还是伫战略模糊的定义内底啦。伊无讲清楚，就讲，你若是讲，伊嘛有讲啊，就是讲台湾交日本交韩国，你若是中国有任何军事来扰乱这几个国家，伊就一贯就是亚太叫和平，伊要用军事的力量来介入，咱另外就是讲，伊这安尼内底有一个基本的变化，就是讲过去中共的舰队唔捌出第一岛链，但是呢，前几礼拜中共的战舰，航空母舰，甲伊个飞弹这巡逻舰，拢离咱台湾以东180海里的这地方你做演习。这个地方呢，过去是咱台湾海军足重要，就是讲台海若有战争的时阵，咱海军是要伫遐集结的。但是即马中共会过遐，从来以前咱拢无看过所讲迄个伊这舰队会使开出去第一岛链。是安那美国即摆伊嘛是咧看，日本甲美国拢咧看，因为基本的态势已经开始改变啦，所以讲。伊这内底一个定义来讲，咱就是中国甲美国任何一边开始改变，咱即马讲的迄个基本设定的时阵，就是你先变，所以伊就第一变。即马就是变讲，伊甲即个理由就拄喺中国遮来讲，你开始用武力你改变，你开始对台湾实施你的回防。用无人机，用这个战机，在台湾这 ADIZ 你咱的迄个飞航间谍区你飞，这已经造成区域的紧张。你是用武力来造成这区域紧张，所以美国有这个理由。所以你要提升什么货？你要讲一个盟主，你就爱提讲，你是对方，你开始先做，是中国你开始先做，所以我就是爱维持这跨的这安全的效益。所以这跨的内底最重要就是讲自由航行啦，就是美国一贯咧讲自由航行，甲咱自由世界国家，会使安那共同来合作，来对抗讲外力的侵略的这安尼行动啦。是。过来，咱来请教老主任吼。咱讲国际关系内底有侪美角，不过有一项代志是足简单的，就是美国一定是顾家己的利益吼。伊调工伫这个四国安全会谈进前头一天安尼讲，就是讲无一定是讲互台湾听，嘛无一定是讲互盟友听。事实上，拜登总统可能是讲甲足明确，伊是咧讲美国的利益，美国为着家己的利益，代志会做到什么程度？敢是安尼？咱中文咧讲吼，理有所书也有所望啦所以不管拜登总统是毋是失言啦，总是阮了解讲。遐尼侪厝的时间，就表达讲，伊一定有咧讨论即件代志。其实伊心内想，可能嘛是想讲，其实美国若是伫正经，即中国要拍台湾的时阵，美国是毋是爱派兵来协助台湾？这可能已经拢是伫伊拜登政府内底不断来讨论啊。所以你看伊事件也好，其实我咧看伊伫英文内底有一个词，叫做刻意的失言，intentional misstatement。伊是调工去失言的，如果伊虽然是失言，比如讲伊即摆先失言，但是伊的国务院、他的白宫的这个发言体系，结果出面在做一个澄清，透过安尼的操作，互对方、互敌人
来了解讲，其实阮即马美国拜登政府内底有咧讨论即件代志，所以你唔通伤靠势吼。即这是有一种诶，伊可能是透过安尼做法吼，去甲伊这讯息，咱讲这 hidden message 隐藏的讯息吼，甲放出来吼。这是头一点。第二点就是讲。有一个学者吼，叫做葛莱伊吼 ，Barney Glaser， 应该讲全部咧关心咱台美关系这个吼，朋友拢有听过伊的名吼。葛莱伊吼 ，Barney Glaser 昨吼伊有发一个 Twitter 一个推文啊，伊就讲吼，拜登政府内底应该要有一个高层的官员吼，去做一个全面的演说。做一个全面的演说哈，来讲到底美国很主席对台湾的政策到底是啥物，应该要讲好清楚哈。若是无安尼做话哈，你看拜登吼咧不断一处过一处，咱莫讲死人，就是讲伊讲法甲即个美国白宫事后即个澄清拢无啥共嘛，一处过一处，即个互外界所造成即个混淆哈。有可能去降低哈美国对中国这个 deterrence 哈，一个你同样讲就是讲去阻挠哈，所以伊认为讲吼是，伊唔是讲拜登政府爱甲这个战略模糊讲清楚，伊是讲拜登政府内底一个高层的官员应该爱讲清楚，口径爱统一的。对，你是爱讲到底即马你拜登政府是安怎去写这个。剧本吼，到底是有要派兵来协助台湾无？你应该讲清楚，唔通讲一处过一处安尼是你先讲 A， 啊你的无聊讲 B， 安到底是倒一个剧本吼？其实阮嘛看袂出来，这是第二点吼。第三点就是讲吼，即个吼，阮咧做外交吼，其实阮会感觉讲吼，口说无凭，口说无凭吼，所以美国政府哦，系。有关这台湾甲中国这个一中政策吼，所有这个发言啊吼，以书面为主啊。什么叫书面吼？无一定是新闻稿哦，只要是比如讲美国总统还是美国国务卿伊的演讲的逐字稿哈，放伫网页，这个也是算一种书面的哈。written 哈，只要所有全部，甲这到底是战略模糊，还是战略清晰，所有的发言，只要是有出现伫这个美国国务院，还是讲美国白宫的网页顶头，这种文字的形式，对文字这种 written 书面的形式，这才有胜手，这个才有算数哈。所以我们去看嘛哈。拜登伊咧接受这个访问，啊，讲这个是美国的出兵来协助，伊讲 yes， 这个代志敢有放伫美国白宫的网页顶头？哦，吼，敢若无，吼，敢若无，所以你就表示讲每一处吼，这个拜登的线吼，敢若这个文字方面吼，拢无放伫这个美国官方、美国政府官方的网页顶头，吼，所以。后一步就是讲吼，若是后回啊，不管是美国白宫还是国务院的新闻稿，也是讲国务卿还是总统还是副国务卿，不管哈，只要是这个官员的演讲逐字稿，若是有正式甲写出来，就是讲美国的协防台湾这个文字，如果是正式的放进哈，这个美国白宫还是国务院的网页，安尼。我是感觉讲吼，可能这个可信度吼会较悬啦。是，好，请教吴老师吼，拄则老主任讲到这个爱文字化才有准绳。不过咱若是来讲口径的部分，拜登总统安尼讲吼，伫这个时间点，敢会当理解讲，互日本听讲。盟友讲，咱的这个方向是共款的。当然是咱知影，即马澳洲拄才产生一个新的政府，这个工党得到胜利吼。新的这个总理伊的政策是安怎？咱也唔知。不过咱知影，中国甲所罗门群岛吼有一个协议，这对澳洲是足大的威胁吼。这新的总理讲，伊要维持经济的总理。对抗中国的这个政策，美国即卖时阵安尼讲，敢是就是讲，甲因讲你莫烦恼，咱即卖四国吼，咱的目标是一致吼。
当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侪人讲拜登总统你安尼讲，台湾就无伫迄个印太经济架构内底啊。是毋是讲你这个心肝无趁喙吼？毋过咱敢会当反头过来想讲，这就是伊暂时无放伫印太经济架构内底，用安尼讲出来吼，来先安打台湾、安打日本、安打这个澳洲咧。是，我想吼，这全世界上权力的人吼，就是拜登，美国总统。伊讲出来话，我相信吼，这一届讲、两届讲、三届讲吼。这嘛是全世界拢会足愿意来相信，为虾米呢？因为咱知影吼，其实美国总统会愿意讲出来这话，其实拢是无简单。这个改变是无遐尼简单，这毋是讲一般咱市场在买菜乌巴掌讲出来这种话。我相信伊绝对知影，伊讲出来伊的效果。伊的效果到底是啥物物件？咱看到讲，咱当然嘛希望讲，这拜登吼，快当亲像过去内底安尼出一个迄款即亲像是这啥物6项保证啊，这6项保证内底会当写入去。那这样写入，这对台美的关系绝对是更较好的一个方向。但是上重要，当然咱嘛看到，其实台湾上大的外部威胁就是中国。中国听到迄个拜登安尼讲了，随气噗噗。最开始就开始去生气，甚至因搁出来讲吼，这中国讲的话吼，讲会到，做会到，你到底要做啥？这其实咱嘛看到讲，我全世界嘛来讲中国定定拢在甲全世界吓，讲你若是安怎，我中国就要安怎。所以你看到讲过去中国在用台湾吼，在威胁全世界，其实已经做到一种程度啊。尤其咱看到讲最近吼，这拜登来台湾了后。来迄个日本来亚洲，其实咱看到讲，咱当然希望伊来台湾，但是咱嘛知影吼，即届拜登来亚洲，伊咧创啥？伊上重要，伊来拼经济。为虾米？因为美国即摆年底吼要进行一个期中的选举。对美国来讲，伊要拼经济，伊的物件会当做。但是嘛会当爱卖出去，所以咱看到讲美国总统伊即摆上重要任务嘛是爱拼经济，除了拼安全以外，就是爱拼经济。所以咱看伊来韩国头一项就是去看三星的迄款供应链即个部分，伊个芯片到底有法度会当供给无？台湾是互美国会当更较放心的。啥物叫会当更较放心？台湾的台积电。这能力、技术，这全世界头一名，这美国绝对会当放心。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台湾甲美国的关系是足袂歹，无毋对。但是这种袂歹，毋是讲这天顶落来。咱过去内底，美国上烦恼台湾安怎？台湾大主大意，若是做一寡美国无法度接受的，吼，譬如讲过去咱的蒋介石总统一直讲要反攻大陆，伊真正有要安尼做，伊真正有要安尼做，安尼是袂甲这美国拖落水。过去阿扁总统的时嘛咧讲啊，四无一有。咱看到讲美国嘛惊你到底你讲的甲做的会无共款，所以咱看到讲头一个美国嘛就过去吼，遐个总统会甲台湾溜落水，这头一个。第二个，台湾过去内底无迄款自我防卫的这种决心。这几当了，因为中共对全世界威胁。台湾展现出对中国的迄种自我防卫的这种决心了，美国当然伊更加愿意甲台湾徛做伙啊，因为过去内底其实美国的这种决策款内底足惊，讲台湾会变做 trouble maker 无，但是尾啊美国较发现会改变台海现状的，毋是别人，是中共，毋是台湾。其实台湾一直在稳定这个台海这个稳定的这个部分，所以咱嘛看到美国甲台湾内底，其实这两党这种关系提升，毋是看天顶落来。搁进一步来讲，对美国来讲，经济要扭起来。过去川普甲拜登在讨论的时候，因就讲美国工课拢互中国抢去啊。所以咱看到拜登来到亚洲，伊就是要甲这个供应链的部分会当更加超更加好。啥物叫超更加好？其实咱看到过去美国都推出印太战略的时阵，伊有推出跨的美日印澳这4个共鸣。这4个共鸣一推出来了后，上想反对，除了中国反对以外，东协、东盟、东协这国家、亚细安这国家足反对的。你到底你是要创啥？你来是毋是要来分散这东协这国家？所以咱看即届美国这拜登来亚洲的时阵，
伊主要要讲啥？伊就是要邀请这个国家吼来参加这个印太经济框架。哦。啊，其实咱看5月份的时阵，拜登就甲这个东协的这个国家吼邀请去美国来参访，所以美国已经在布局，吼，这要甲这东协这个国家，甲互伊心会当安搭落来。这看到的部分就是非传统的安全，比如讲气象变迁、防疫。卫星，即个逐个部分，逐个当来合作。美国对亚洲内底伊的威胁，吼，伊透过美国、即英国、甲澳洲，伊有一个奥库斯即个同盟，这是一个军事同盟。无搁加落，伊的防范的国家就是中国，所以非常清楚。所以咱看到讲，即届吼，即美国就是想要邀请即东协国家，会当来参加。这印太战略的迄款经济这款空间。哦，吴老师，你讲到遮拄好吼，咱先观众朋友先来看一个美中经济联盟吼，伊互相在对敌啦。咱看到是美国布局亚洲是分做两边吼，美国做头人的，就是咱即马台湾吼，即马还无伫内底印太经济架构吼，咱叫 IPEF， 伊是一个有4个即个主要这个核心啦，第二个头一个是所谓的经济的规则，第二个是要互这个供应链吼较均匀，会当无遐倚靠中国。第三个是绿能遮个能源的转型，第四个是这个关税甲反细后手遮个行动吼。啊，毋过咱就讲，亲像数位经济啦，也是讲供应链啊。绿能遮的，拢是咱台湾上厉害的。事实上，应该爱伫内底才对吼。咱看到印太经济架构内底吼，伊即马有13个成员，拢总有25亿的人口吼，是美国、印度做头人，伊的 GDP 占全球的4成吼。过来，咱看到中国做头人的是叫做区域经济伙伴，这是一个。算讲是自由贸易的组织吼，伊强调货物甲服务的贸易，经济技术合作，甲知识财产权，甲电子的商务，遮个即个谈判的内容吼，拢是一个开放市场的遮个安排吼。咱即马来请教吴老师，看起来这两个组织吼，伊的即个精神。甲内容无啥共款，一个是自由贸易的组织吼，一个是敢若是要用这个经济大家国家内底吼共同的这个规范甲规则来限制中国的这个倾销啦，还是讲因的较恶的产品，敢是安尼？因为吼，咱即马讲 IPEF 伊的详细内容还无出来啦吼，但是咱会使安尼讲，就是讲吼，因为伊甲 CPTPP 的迄个接近性吼足大的，因为美国就是你川普的时代吼，伊退出迄个咱讲迄个 CPTPP 嘛吼，所以变迄个亚太即个经济合作协议遮内底吼，但是无中共的即个。影你内底吼，就敢若剩一个 CPTPP 吼。咱拄仔讲这 RCEP， 因为 RCEP 内底迄个中国你主导的即个力量足大的吼，所以真济即当然即较细即国家吼，伊就是一直去中共的即势力去诱过嘛吼。所以因为吼，你拜登伊即摆想讲吼，美国重新加入 CPTPP， 伊做一个世界领导者吼，即有识民主啦。所以就变讲，伊阁提出一个叫 IPEF 的即个框架吼，来甲迄个 CPTPP 来合啦。吼，这内底吼，咱看吼，就是讲 RCEP， 咱即摆你讲内底是，伊是一个咱讲迄个 FTA 的即个协议啦，吼，因为你讲到 FTA， 就是讲到货贸甲服贸这内容去，这内容就是讲你国甲国每一国爱就迄个细项的物仔一项一项落去谈，你才会法度讲关税啊，吼，还是即个啥物一个即个方便的工业领域要开放吼，即个一项一项谈。但是你 CPTPP 还是 IPEF 内底，伊是就大方向。
吼，还是经济合作的合作，吼，即款的吼战略高点来谈，吼，伊袂就只要较细项的物仔一项谈，吼。但是呢，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讲吼，拄仔吴老师有提讲吼 ，IPEF 吼，咱看起来台湾无你第一轮内底嘛，吼。但是呢，我感觉吼，咱即马所谓经济圈内底吼，也是即个学者内底，其实拢足失望的，吼，拢足失望，因为咱当初反货贸甲反服贸，吼为了啥？那是为了讲咱会使卖甲中国，吼，才行甲遮近，吼，咱会使扣出来，我看美国会使扣咱一下呗。结果咱讲两项出来，咱一项拢无摕到，吼，包含 CPTPP， 咱要入去美国，干那发声尔，无实质的讲应该个讲甲咱帮助者，无嘛，吼，咱以结果来论嘛，吼 ，IPEF 提出来时阵。咱应该是讲，你在内底贡献足大的吼，包含当初咱这个半导体这个供应链内底，美国欠货、德国欠货，大家欠货的时阵，咱是优先供应美国呢，是供应日本呢，才系美国。结果咱无你这个 IPEF 内底，吼，这是足失望的，吼。所以我讲，咱台湾的政府爱甲检讨，爱甲加油。具体来讲，咱无伫这内底损失是啥物咧？我来讲。无伫咱内底，咱吼唔好结放含，因为吼这要来替代中国供应链，吼，咱来看为什么美国，为什么是日本，为什么是韩国，为什么是澳洲？澳洲是天然资源上济的国家，是印度呢是人力上济的所在，吼，就是会要替代了中国。日本呢是科技甲创新的来源，韩国呢是。伊整合所有的这产业链，会使做大量生产。是，请问台湾你扮演啥物角色？以上就是日本甲韩国有法度替代了台湾的高科技的产业链啦。所以这咱家己爱说理，唔是讲咱无去放喺内底，就放做煞，唔对。咱若是讲美國吼，因家己内底政府的这讯息有放出来，你讲。台湾甲美国应该是两边来谈判，若是台湾甲美国会使达成吼自由贸易协定，安尼咱这可能就对咱的威胁较少。若是一项拢无，对台湾的经济的影响甲贸易的影响会足大的，会足大的。所以这唔来讲互咱一般老百姓听，嘛爱讲互政府听。这唔是讲安尼凊彩安尼看，无就无，袂使。咱一定要上少要有一个美国对咱台湾的吼，在经济贸易甲科技顶头的保障才对。是，咱来请教老主任吼，即马咱台湾无伫即个头一波的即个印太经济架构的名单内底，政府是讲会继续来努力吼，照你做外交工作的即个实务经验来讲吼，去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安怎咧？其实我看个老师是足讲啦，可是看到台湾无伫这第一波这个名单内底，我是有淡薄仔失望啦。因为即摆台美关系遐尔啊好吼，这个贸易照理来讲是咱台湾上较强的这个部分啦吼。咱嘛看到讲伫过去咱伫个拜登当上任的时阵，伊有伫北京来开这个全球这个半导体吼，这个summit，这个高峰会，嘛看到咧，这个咱台湾这个台积电甲联电拢有去参加，所以你去看到这四项这个主轴吼，这个有一项就是讲来确保强化这个供应链吼，其实你若是讲这点的话，咱坦白讲，台湾毋是上应该爱加入的嘛，因为咱这个台积电这个 chip 这个晶片都是美国这个上界重视的啊，所以事实上是供应链的源头嘛。对啊，所以你甲台湾排除伫这外口，咱莫讲排除来讲，这第一波这名单内底无台湾，你爱有一个讲法，你爱有一个解释，我想台湾无伫内底，但是我个人感觉讲是，有淡薄仔失望啦。其实嘛，毋是单我咧想，你看这个拜登当宣布了吼。美国上届即个精英的即个报纸吼，《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 伊的社论哦，伊就甲写讲吼，
拜登政府无甲台湾放伫即个第一波即个咱讲即个 IPEF 内底，伊讲是一个错误，所以连美国上界主流的即个媒体、即个报纸上界精英即个我水准伊个社论伊就安尼写，所以即个感觉毋是单阮安尼想尔吼，我嘛希望讲拜登政府会当搁重新来思考吼，甲台湾排除伫即个名单内底，到底是对美国好，还是对中国好吼？啊，以台湾即个咱讲制造即个晶片即个实力吼，咱坦白讲吼，真正无理由甲台湾吼排除伫外口啦。是，咱看到美国白宫伊的发言人是讲吼，虽望台湾无伫即个第一波的名单内底，毋过美国会用另外的形式继续甲台湾的经济合作。这话听起来吼，无介就是无介水气啦。咱会来想讲，敢是美国家己嘅自我审查？某米程度嘛是咧尊探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无互台湾正做一个国家来参加即个经济架构咧。即个阿兔拄仔讲即个点吼，其实嘛是有可能啊，但是照理来讲，因为美国根本就无承认一中原则嘛，美国是一中政策嘛，所以伊根本就无咧想讲，即到底是美国即个中国我无认为讲伊会因为伊无正式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所以就无邀请台湾去即个 IPEF， 我感觉是无可能，因为这是经济甲贸易吼，啊，这是坦白讲，台湾入去对美国是好，对拜登是好，所以我来看真正是无理由啦。啊，但是是毋是台湾本身佫有一寡所在佫爱来落来，这嘛是有可能。你比如讲吼。过去吼，咱讲即个 TIFA 吼，台美经济复谈吼 ，TIFA 复谈去台湾甲美国要签这 FTA 的前一步吼，头一步第一步啦，就是讲即个 TIFA 先复谈嘛 ，TIFA 吼 TIF 的 TIFA 先复谈以后，第二步、第三步才有即个咱讲台美 FTA 吼，所以坦白讲台湾甲美国即个经济甲贸易即个合作吼，佫有真济。所在爱来落来，啊，是毋是因为安尼，才台湾无伫第一波即个 IPEF 名单内底，这嘛是有可能哈。但是我嘛是爱个再一次的来强调吼，即个咱讲即个供应链即个强化吼，我感觉讲全世界无任何一个国家比台湾吼更较适合吼来加入即个美国即个 IPEF 啦。是，好。吴老师，咱拄则讲到吼，中国有一个一中原则，美国有一个一中政策，这中的争差，敢会使请吴老师甲观众朋友解说一下？是我相信吼，对于美国来讲，伊的一中政策内底吼，就是三公报一法6项保证。这6项保证内底当然是爱保证着台湾的安全。哦，这过去来讲，简单来讲，就是讲美国卖互台湾武器，不管是质还是量，拢爱维持着台海即款平衡的即个部分。我想要补充一下吼，其实足侪人拢在检讨吼，到底啥那第一轮吼，这名单内底竟然无台湾。其实咱爱看到讲，其实对美国来讲，其实伊伫即场迄款印太跟经济空略内底上重要，其实咱看到伊邀请这个国家内底，安尼咱拢无台湾。其实咱看到吼，其实这中共的影响力吼，伊的影响吼，毋若影响到美国尔，吼，伊想要影响到美国一种政策会当做一寡改变。但是咱看到过去这段时间内底，迄款中共的迄款锐实力，不断伫国际领头一直伫讲吓。所以咱看到伊即个邀请这13个会员国内底上重要，这成员国就是东协这个国家。所以咱看到讲，其实除了中共的反对以外，这个国家内底伊嘛家己咧想，伊咧想啥？我若是支持，还是赞成这台湾中华民国台湾参加这个空架的时阵，中共敢会对我有其他想法甲看法？老师讲到这，咱看到两个这个组织内底吼，有一寡重大的国家哦，共同拢两个组织拢有的，就是日本、南韩、新加坡、菲律宾、泰国、越南、马来西亚这的国家。我老师的意思，敢是讲这的国家会当这时考虑着讲，伫这个组织内底，敢要支持台湾，若是支持，敢会影响到因伫这个。中国的区域经济伙伴关系内底的这个地位，所以我咧讲就是讲，其实这个国家嘛咧考虑一件代志，就是讲，如果若是台湾
加入了后，敢会互即个经济空略内底会受到中共的反对？吼，伊伫足侪物件顶头开始无即任何的配合，所以咱看到讲，其实这个国家内底其实伊有一个内部无共款的声音出来。虽然即个主导权是美国来讲，其实咱看到咱台湾人吼，就看到台湾无头一轮去参加即个印太经济框列，其实咱也足对心肝。但是背后到底是啥物原因内底？我个人认为中共的影响力，虽然伊无法度影响到美国，但是伊法度影响到要参加即个经济空略这国家，因为咱看到包含最近有一个迄个新加坡迄款李显龙，伊就出来讲啊，台湾吼毋好定甲要甲中国啊，甲迄个美国内底吼，安尼即找一寡平衡。你应该要加听一寡中国的话。咱看到讲，其实中共伊的影响力内底，伫咧国际内底。毋若要参加即个空略尔，其实咱看咱台湾要拄咱参加 WHA， 还是足侪国际组织，其实中共拢是反对的。所以咱看到讲，其实即个部分内底，其实足侪国家吼，伊面对的毋是美国自我审查，是即个国家伊会开始自我审查即个部分。吼，所以咱看到讲，即个国家会有自我审查的即个部分无？这头一个。第二个部分，哈，我老主任嘛讲到，其实咱即摆台美吼，伫2021年的时候已经恢复台美的迄款体法的迄款重新谈判。咱看到讲，其实咱为2020年了后，其实台美之间哦经济繁荣的即种对话已经开始啊。但是咱嘛看到，其实去年4项公投的时阵，台美之间吼，即美国D要入来台湾啊。台湾甲日本迄款有吼，日本的辅导的食品要入来台湾，其实咱台湾嘛有足侪反对的声音，所以咱看到讲，其实当然台湾甲美国、台湾甲日本、台湾甲韩国内底是有无共款的迄款贸易顶头的迄款纠纷，但是虽然有共同的价值内底，民主国家嘛是有竞争的。学我老师嘛在讲，迄个。亲像韩国甲台湾内底其实是一个竞争的关系，咱对台积电足用的无毋对，但是迄个韩国三星伊嘛想要来入，想要来入的时阵，民主国家内底要竞争的时阵，这就甲中共去渗透去让偷客人技术无共款。这民主国家内底要竞争的时阵，就是要拼真正的实力。所以咱看到讲，其实咱台湾内底到底吼，迄个家己的实力。啊，甲这民主国家内底有法度达到一个共同的对话无？这嘛是咱家己当然无法度入去伫头一轮的时阵会互失望，但是咱嘛是爱过来看讲台湾有啥物会当更较加强的所在，或者参加的人、参加的国家会当更较愿意接受台湾加入了后，对这个组织、对这个空间会当有更较好的价值，会当创造更较好的价值内底。是，好，观众朋友。吴老师讲到中国的影响力吼，咱即摆世界卫生大会吼，这是世界卫生组织上悬的这个决策的大会啦。咱即摆台湾吼要加入WHO 做观察员这个提案吼，去互好决，这嘛是中国的影响力。总是咱看到侪国家挺台湾去参加美国的卫生部的部长、英国。卫生的大臣立陶宛哦，这甲咱是无邦交，英国、美国拢嘛无。另外，德国今仔日嘛有发言咯，因针对讲世界卫生组织吼，在考虑敢爱互台湾参加做一个观察员的时阵吼，爱去要意讲世界卫生组织的宗旨。甲伊的治理的原则，也就是讲，这个资源无应该互全世界有一个国家，就是咱台湾，无法度去参与，无法度去摕到。啊，因这个国家是安怎会安尼想咧？就是讲，侪国家伫咧支持台湾的时阵，拢讲到一项代志，就是咱台湾在对抗武汉肺炎这个疫情的时阵，咱是控制了真好，咱有真好的这个经验。其中有一个非洲的国家，苏瓦蒂尼的卫生部长，伊有讲到一个代志，伊是讲台湾用观察员的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吼是一个健康的议题，无应该是一个政治的议题吼。不过，咱看到伊所讲的，台湾2009年到2016年拢是观察员，迄个时阵咱爱知影，迄个时阵都是一个
政治的这个议题，咱来请教吴老师，敢毋是安尼？迄个时阵就是台湾去认同中国的9·2共识，才互中国牵入去世界卫生大会，敢毋是安尼？咱即马台湾的迄个立场吼，真奇妙啦吼，因为呢，咱家己的国家的名吼，咱讲蔡总统讲的吼，上大的公约数就叫中华民国台湾。是。但是呢，咱咧所有的世界组织顶头，无一个吼，咱是叫做中华民国台湾的啦。吼，因为伊啥？不管你是讲一中原则、一中政策。你只要讲到中华民国，人大部分的人拢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嘛。是。吼，所以咱讲真济吼，咱讲咱想要加入，但是无法度。第一个，咱要加入用啥物名嚟去加入？是要 Chinese Taipei 吗？吼 ，APEC 吼是咱唯一，咱即马唯一的吼正式加入的即个吼迄个经济合作的即个组织。是。咱是用 Chinese Taipei。但是咱顶头完全所有的 document、所有的官方的文件内底，绝对无可能写中华民国台湾这几字啦。吼，因为一出现，中国就甲你抗议，吼，抗议因是甲咱，毋是甲咱抗议，伊甲所有的世界国家抗议，吼，讲恁违反一中，所以就去人的办公室去共火、去共拼，吼，去共乱。是，这是中国的战略。伊对全世界就是叫做吼，甲台湾的吼，甲咱台湾的新权、参与权甲抹杀掉。吼，这个当初德国对付以色列人，吼，对付这流浪的这吼，咱说这个犹太人的时阵，做法一模一样，就是抹杀这犹太人在世界上生存的意义，是，吼，甲空间。中国即马就是对咱台湾做即件代志。你讲咱台湾多一项做了无好，逐项拢做了好，我拢感觉这拢满分。不管你是健康，不管是你贸易，不管是全球的吼，咱讲节能减碳这个所有的，只要是对地球好、对人类好、对人权好，咱台湾拢做第一、做优先。安尼阁无够吗？吼，安尼阁无够吗？安尼拢无够，我是唔知影讲咱台湾到底是做倒位唔对，是要讲咱台湾投过去中共，因大家才会拍手吗？哦，这一定唔是咱的优先想的嘛。咱嘛无爱安尼做。咱嘛无爱安尼做，因为这甲咱所有的认同是有抵触的，所以我讲这个环境遮困难，这世界这环境遮困难，为啥呢？因为所有的大部分的国家拢为利益看。只要呢无影响甲因的新冠权，咱台湾的生存权、新冠权甲因无关系。哦，所以咱家己爱家己，吼，咱讲吼，风雨生信心啊，风雨生信。咱家己爱强，你家己若无强，无人会甲你讲安怎，无人会甲你停。哦，包括美国嘛是共款。咱家己无强，咱袂甲咱停。咱家己若强，你免听，我家己就足强的啊！你到时啊，你就会家己嘅自然活过来。甲这 WHO 共款，因为呢，中共因的势力已经侵入所有的世界国际组织，伊会使买收这秘书长有这个权利，甲你的内底提案讲，即摆无提案，共款甲咱否决掉。哦，咱去年嘛共款，前年嘛共款。COVID-19 不是今年才有的，3年前开始，吼，就要3年前要满3年啊。迄时阵咱就要加入，咱敢有法度加入？无嘛。所以你拄仔讲，这不是健康议题，我同意，这是政治议题。是，你就爱讲中国爱同意，咱才会使参与。无这代志，世界上这个讲咱台湾是要活了有骨气，还是要活了人的骹腿下骹？是，哦，这就咱家己爱好好啊想。是，老主任高老师所讲的，你一定总有经验吼。咱台湾咧面对这款的状况的时阵，在你看，咱继续落去有啥物款的步数去对敌中国遮的这个后部咧？我非常同意咱拄老师讲的啦，讲吼，因为我上介讨厌吼，即马有咱国内有一寡人的讲法，就是讲吼，你看马英九政府迄8年。
台湾拢会当来参加这个 WHO， 啊，是啊，即马无法度吼。啊，我嘛看到讲，咱马前总统伊嘛伫咧讲哦，伊讲当初伊咧做总统，台湾拢有法度做这个观察员，啊，是啊，即马无法度。其实吼，伊迄阵拄啊是我做外交公的时阵啊，我是足感慨，因为吼，你迄8年虽然会当参加，但是你是等于讲，甲全世界讲台湾有法度来参加这个 WHO， 是因为中国有顶头，啊，中国有顶头有答应，台湾才有法度参加，所以马英九伊落台了后，换这蔡总统起来哈。咱其他的国家，搁去问中国，啊，即摆你敢有同意？啊，中国当然嘛讲，即摆我无同意，啊，都是因为安尼，所以其他的国家就讲，啊，因为阮较早嘛是拢先问中国啊，即摆中国伊较早虽然讲好，但是中国即摆讲无好啊，所以伊就无爱互台湾来参加，所以过去。咱讲2009年到2016虽然会当参加，我感觉其实对台湾颠倒是歹事。你应该爱坚持咱台湾的主权，啊，甲全世界讲，我们台湾要参加这个国际社会，唔免中国的。